三块来看上帝的话，今仔日有两位的圣经。第一位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12章第2节到第6节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12章第2节到第6节。现着我来读12章第2节，看上帝是拯救我的，我要倚靠伊也无惊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溃力，是我的诗歌，伊也真做救我的。恁要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来抢水。伫迄日，恁要讲，着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，将伊所行的报扬伫咧邦中，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最悬。恁着唱俄罗的歌，恁着唱歌俄罗耶和华，因为伊所行的真显赫。愿这个代志变传伫天下。锡安徛起的百姓啊，恁着出大欢喜的声，因为以色列的圣爷伫恁的中间最大。搁来看另外一位的圣经，记载伫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到第7节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到第7节。着常常踮伫主内欢喜，我要搁讲伊着欢喜。恁的孙良着对众人显明，主君啊，一概无得挂虑，独独万事着用祈祷、恳求甲感谢，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，就上帝的平安，满过一切人所想袂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。恁的念头，以上，这是要请本堂老传道来讲道。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“真爱连结，真爱连结”。兄弟姊妹平安，感谢上帝，互咱伫暗暝黑夜里，在早晨的时候，伫下早的时阵，咱阁会使醒起来，有一口气。来到这，咱要敬拜咱的主耶稣。今仔日我知有新的朋友，一世人毋捌入去来教会，今仔日伫咧咱的中间，但是伊对台语无啥通，所以我今仔日会用国语甲台语双声带，咱斗阵来甲主相拄，请咱来祈祷。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召聚我们。因着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，主耶稣，你爱我们，你是那比我们更大那一位，我们需要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拯救。我们原是看也看不清楚，听也听不懂的，恳求主耶稣圣灵启示我们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我们知道，主，你是我的主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上帝，伫个12月的时阵，真幸恁的冬天，伫12月头一个日，迄天咱敢会记哩？还阁落雨，真热，真亲像咱即摆的社会经济，亲像咱即摆社会真火大的社会。因为咱对真济代志拢袂满意，咱对真济代志真失望。但是咱伫基督教内面的牧者，为着咱的马英九总统来祷告，这已经是第12届。我们这些牧者，咱这牧师所看到的，不是火大，咱看到是迄个雾嘛。当马总统听到咱这牧者为伊祈祷了后，伊讲出一句话，伊讲：“我已经看见隧道尽头的那一线光明。”我不知道你看到了吗？如果我们的社会已经看到，我相信
火大列车不会开。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那个光明？我们的 A 级中央总裁，听说是国际间这个秃鹰都很怕他的预测超准。他说咱明年U 型复苏啦 ，U 啦，但是有的人面还佫油，我看落去拢敢若还佫小可油啊咱是安那无是安那袂当去咯，因为我感受不到啊。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，我们能够看的只有现在眼前。我都还佫真22K 都咧足歹过啊！听讲还佫有15K 要来 K 我们啊！主耶稣啊，我的盼望在哪里？我的喜乐在哪里呀？传道啊，今天是宣布喜乐代价节。我的喜乐在哪里呢？今天如果你坐在这里，我要说你是有福气的。当你今天跟神相遇的时候，你的人生不是 U 型复苏，相信传道是 V 型复苏， V 型反转。因为你会发现，为什么这一群人一样在黑夜中，一样在绝望中，一样在这样的经济国际的局势压迫下，我们却是能够很喜乐。请注意哦，不是快乐哦，比快乐再进一步，因为快乐就会让我们快快就不乐。喜乐呢？喜乐是什么？喜乐是长存的呢，不会停止的耶。纵使你在黑夜当中，你还是觉得说，哇，我已经为明天来预备，我明天要去教会的时候我要穿什么，我为明天的白天我要预备，我预备我要醒来，我预备要在黑夜当中好好的休息，我就不会忧郁，不会去担心。在暗时我会困到这好，因为我知影，就是明仔载我醒不起来，我也还有盼望。我不知道咱的人生现在是U型哪一点？是这个最高点？是这个吗？那要恭喜你哦，因为当下青年讲，传道，我现在是在最高点。我说感谢神，所以你今天一定要认真听今天的讲道，因为今天的金句是什么？神啊，你是我的拯救，上帝啊，你是我的拯救。我要挖靠你，我还没惊吓，因为主耶稣是我的快乐，是我的诗歌，是我的诗歌，要成做我的拯救。感谢主，因为你有需要这话，因为长夜就要来。懂？未来你可能需要，在未来滑向漫漫黑夜的笼罩。你需要盼望，你需要拯救，你需要力量。所以在上帝还没爱你的时候，在你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已经先爱你了。今天的经文说，我还在母胎的时候，还没有在母胎之前更早，上帝已经爱你，而且定义爱你爱到底，不管你认不认识他，不管你要不要选择相信他，他都要爱你，他都要成为你的拯救，成为你的诗歌。这诗歌不是悲剧歌，不是悲之歌，这个诗歌不是悲惨的。咱人真正悲惨啦吼！对古早甲他，大家拢干那一个目的地，迄目的地是安那？不大吧？顶头放一个十字架，每一个人都爱死，每一个人都要在那里目的，所以我们要说，人生是悲歌。那我活着干什么？那我干嘛还来这一招？今天主耶稣要告诉你，我为什么而活？我为什么要来这一招？我这么辛苦，我这么痛苦，
我还是要在这个低谷的时候，心脏还要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跳一下。我再怎么苦，我都还要再坚持下去，因为我有活下去的意义，有活下去的目的。在黑夜当中，你会说：上帝啊，你在哪里？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事情？上帝啊，你伫倒位？你甲我讲我清楚。昨伫美国有偌济人，偌济囡仔，连奥巴马咧讲话拢爱安那，讲袂落去。28个囡仔在校园被枪杀，咱敢若听到咱就艰苦心。但上帝啊，你毋是讲你是美善的？我那目前毋是每礼拜拢咧讲，但你伫倒位啊？你是毋是上帝啊？你在乎我吗？你知道我吗？你敢知我今仔真艰苦？上帝知。你讲团队，你甲我讲清楚，上帝是安怎知我今仔真艰苦？记伫遮。咱今仔要来对圣经以赛亚书来明白，咱的上帝早就知影咱要伫即将在滑向黑夜当中漫漫黑夜哦。我们需要依靠，我们需要拯救，咱需要主耶稣的听，真做咱活落去的活课。我想，咱要来甲圣经内面来学习。圣经内面的人来甲咱讲，伫今仔日的经文伫以赛亚书，真奇妙哦。以赛亚书有几章？哎呦，厉害！请问圣经有几卷书？哎呦，怎么这么刚好？当然刚好啊，这是上帝的心意啊。咱透过以赛亚书，再给他看进去，就发现它是圣经中的圣经。哎呦，这么奇妙，对的刚刚好。咱对罪开始圣经，对罪开始，创世纪对罪来开始。咱伫先知书、先知书的时阵，已经预言基督要来，预言上帝要来。这个话一定会什么实现，而且一定会应验。感谢主啊！上帝差派我早了旧年哦，旧年的这个时阵要拜讲道的时阵吼，就要应验啊啦，就派我来。迄阵我也毋知咧倒，我的名叫做啥？应验嘛。主，你看连这么细项的代志，上帝都安排拄啊好，今仔日要宣布去咯。派一个叫做应验者啊，来到这个所在，不是男牧师、男的传道哦，是者啊。感谢主诶，这个者啊，搁哈啦，连家己行路都袂好势啊。旧年的这个时阵啊，我的爸爸妈妈伫遮上知影。我伫10月的时阵，伫个捷运跋一倒。迄个脊椎受伤、挫伤，哇！我用规支脚行路啊，6支，家己2支无够，搁摕4支来斗。迄4支是啥？迄个钢架。哎呀，感谢主，6支足稳的啦。但是无啥方便啦吼。咱若会使吼，莫用6支。其实吼，这个钱愈侪愈好，但是吼，脚毋免愈侪愈好。脚拄好就好啊，2支就好。6支，我的先生这个时阵就甲我讲，你看上帝就叫你唔好去彩排啊，因为阮要排吼，爱先生同意。这听起来怪怪的。你请问迄个许牧师甲陈牧师，因要来彩排，敢爱太太同意？我想无。但是女性就要先生同意，但我先生就这个时候是头。你看，你是大家卡想要爱你，想要爱我，歹势，人上帝早就备办桃园家人教会要爱我。感谢主，迄阵就爱买今仔日要讲道呢。哇，我6支卡行要啊2个月，12月初5，我要去考试的时阵，在我的房间搁跋一倒。滑向那个漫漫的黑夜，
请问即马要用几支脚行咯？免行，介轻松，用2轮。去年的时候，我要用轮椅，但是感谢神，我还是在圣诞节的时候用了5天时间，到了田埔教会去做圣灵论的田野调查。哎呀，如果你有去过田埔教会原住民，你就知道那里的教会都盖在很高的地方，最高的高山，而且都要怎样爬楼梯。他们有那个以色列这个早期的那个概念，上行是一定要爬楼梯上去。这个时阵要安怎？你轮椅也袂当，6支脚、2支脚拢袂当啦。今摆安怎？林鸿信老师插咧，一个同学，郑牧师的儿子插咧，咚咚咚，一个好，音乐，我说预备起，你2只脚就升起来了。基本连轮椅都没，预备起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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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上去了。感谢主啊！在我还没来之前，神已经预定今天要宣布喜乐，是用我这样的人。怎样的人？行路嘛袂好势，上帝要用我。我行路袂好势，我笑会出来哈，无面悠悠，喜乐。我所到之处，我就满心感谢主，因为我是为今天能够在这里传扬福音而活的。预备几年？49年，7749年。你们如果看到我在新竹中会的见证，就知道我将我自己献给神。7749祭这种49的这种献祭，是只要我甘心乐意，你不完全没问题，在神那边有办法，而且要让人知道，不是你这个应验节能说什么，能做什么，你只是不完全的。我是脚残哦，我相信我是施工人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，可能有人也是在某一方面失能，没关系，我们失能会遇到神的全能。阿们。感谢主，神用我这个失能的人，神也用以赛亚，圣经中的圣经，这么刚好也是66章，而且它的这个顺位这个段落跟着圣经是相符合的，可见神早就知道漫漫黑夜在这历史当中。我们今天要透过以赛亚以及施洗的约翰还有保罗，我们要来跟他们超连结，看到他们如何从黑夜当中滑向黑夜当中，再在黑夜当中居然有喜乐，而且这个喜乐不会停止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以赛亚那个时候处境很困难。你说传道这个巴比伦这不是但以理上次讲的吗？怎么跟以赛亚那时候什么关系？跟你们讲在以赛亚那个时候，巴比伦还不成气候。虽然他曾经大过，但是他怎样？最后成为这个亚述这个扫去边呀。然后呢，以赛亚那时候他就宣告他说拜托君王你可不要投靠不要投靠亚述。他虽然看起来现在很大，很像美什么国跟中国什么国一样，咱跟他一直在打靠哇，咱跟他好像遇到靠山弟兄姐妹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靠山，传道要拜托你每天跟神连结。你看到了靠山不见得可靠从历史要告诉你，现在我们看到的靠山要拉拢的历史要告诉你。但是你要说传道我哪会知道那做的代志？你要是跟神连结，你相信他要带来医治和好，带来引导，他要引导你前面的路。你可能不知道你要怎么决定，但是神早就看见。可是很可惜，以赛亚那阵会
的国王哦，无爱听袂落去，那会敢若似曾相识，甲咱即摆安那足像，听袂落去啦。即摆看大较好啦，即摆安尼看好好，上准，加过去，还是带入来，结果安那后边才知影啦，头。所以我们人所见的有限啊，弟兄姐妹，神才知道我们未来啊，神才知道我们路哪一条路，他是要祝福我们的路，我们不要走错，好吗？好，感谢神，我们一起来努力。以赛亚就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幸运，但是他那时候也告诉我们，在历史当中，上帝不是一时的，真的，上帝是永世的。他从过去一直在圣经当中，一直透过我们的属灵的前辈，在这一本圣经里面一直在教导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每天读经祷告，一起不要忘记聚会，我们有属灵的同伴，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真正的智慧跟祝福，而且可以真正洞察到预见你的未来，预见你要走哪一条路。这是历史中圣经依着这个脉络在跑，而且不是只有讲过去的历史，甚至已经讲到未来的历史。我们看到所罗门很聪明啊，很大的国家，但是因着他过世以后，人性啊，北国跟南国，今天我们讲以赛亚就是在讲南国。北国怎么样？很快就被神啊，譬如苏起啊，譬如像苏起，不是哦，被谁苏起？亚述啊，阿述。南国这样，老公，哎呦，我还是靠亚述好啊，好不好？要不要靠亚述？那我想，可见不要靠，我们比较聪明因为亚述后来也被谁？这个是历史啊。我们也看到后来，我们去年在研经释义有读到什么但以理，巴比伦，记得吗？这个历史告诉我们，活生生告诉我们，在这历史当中，神要掌权，甚至于在以赛亚已经预言什么？还有很久很久以后，在黑暗当中，神在这历史当中要有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与我们同在的上帝，透过约翰的宣告预备，有一个耶稣降生，而且不是降生而已，他传道，把真的可以拯救人的那个道跟光明带到这世界，甚至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卖赎我们。但是他没有被死亡诠释，虽然他钉在十字架死了，但是他还复活。所以我们的耶稣也曾经在阴间黑暗当中，为的是要传扬爱。你有想过他在阴间做什么吗？如果你有还没信主，没有听到福音，他就已经过世。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姐妹，她的先生已经过世，但是她没有机会听到福音，她没机会听到福音啦。她的先生已经过往，她在教会已经30-40年有啊，但是她没爱洗礼。她跟我讲，应验姐，你的名很好听，会应验，但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现在若信主，阮先生没信主，我跟他永远分开呢。伊若不是去天堂，我宁可要跟他斗阵。我的囡仔会使去洗礼无要紧，但是我宁可要跟阮先生斗阵。我看到这个姊妹，我心足感动。但是伊相信这项代志唔对啊啦。虽然有人还未听到是福音，伊都已经嫁哦。咱即马爱较紧决定，咱要爱正做上帝囝儿，咱有永远的性命，你唔免惊。你甲你的厝人、你的至亲是无共平啊。耶稣知影，伫黑暗中，伫阴间的人，因的痛苦，伊是听。
咱好好后边透过圣经，全教会咱拢来读圣经，咱拢来祈祷，更较明白上帝心意是啥物。耶稣钉在钉伫十字架顶，告我赢过死亡的关系，就是要爱互咱知影啦。等死绝对不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不是每一个人的目标都是等死2个字，我们的目标是怎样？死以后的因心啊，那死了之后永远的画面。我们不是死，我们是开始有了跟主耶稣一起在天国同乐，这是大有盼望啊！如果你这一次你感觉我有够痛苦的啦，我活不落去啊，我要讲好佳在咱是不是永远的哦，有期限的哦，不是永远的。死了以后，那个永远的永死，在火湖里才是痛苦。咱身躯边的人，你上帝移出来了，或许坐在你身边的人，他还不认识上帝，他未来可能就是在永远在火湖里，不是永生。你心里不会难过吗？不会焦虑吗？如果我们会难过会焦虑，我们就把福音带给他，我们就为他祷告，我们一起来做好吗？这是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存在的意义。我们一起在主耶稣里面将福音传出去，给每一个人都需要，人人需要主。在你走过去的街头，跟你错身而过的人，你没有办法跟他讲话，但是你可以为他祷告，因为很多人在痛苦黑暗当中。在这个历史当中，我们指向耶稣再来。今天我们要宣布喜乐，耶稣已经降生了，同时我们待降的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神再给我们机会，我们就像我们自己最爱的那一位，我们最在意的，我们看到他在痛苦中，我们不舍得，神更不舍得，因为上帝就是爱，上帝是听，他不爱咱伫黑暗痛苦中间，他爱咱是喜乐的，有茫有快乐的，因为他讲他是拯救，他是咱的快乐，他要成做咱一生的时光，是喜乐的时光，不是悲惨的时光。感谢主，咱有茫，因为他要过来。伫以赛亚书，他伫这四个国王中间，他做先知。咱伫迄个今仔读的经文，这样有盼望诶。讲上帝是我的拯救，是我的倚靠，是发生伫什么时阵啊？伊未来还阁要行的时阵是还阁久久长长啊。伫亚哈斯的时阵，这个国王毋是介好啊。虽然乌西亚迄个国王还不阁袂歹，但是呢，愈来愈惨啊。以赛亚就是为着未来上帝竞选伊伫搁较惨、搁较惨、搁较惨的中间，上帝知咱可能到时会挡袂牢，所以伊先互咱一个应允，讲宣布喜乐。伫黑暗中间，咱也感受袂到喜乐，咱就来看咱的圣经。圣经上帝的话语一句拢袂加落去，每一句话都会应验。不是因为我叫应验，真的是应验。这个是在当时候的历史的背景。我们知道，你看这么大，他们都这么大，我这么小，台湾这么小，他们都那么大，会烦恼呗，会忧呗，呀，你若会忧的，就是还够救啊。你会忧愁，你知道你需要比你更大的那一位，你需要比你更大的啦，你不是你会当控制，你需要与比你更大的那一位神连结，他要让你的生命不会干渴，连结于活水。像今天耶利米书的经文按怎讲，是要连于活水，不是要连于和池子家己还佫迄的池会安那会流水的呢？咱话迄个会流水啊，对无？
我们要连结于那个永远一直不停永流的喜乐泉源。神给我们应许，神也给我们这样子的权柄，只要信他的人，我们可以将神的福音连结你身边的人，好吗？连结你最爱的人，好吗？可能你在行动中的时候已经连结了人，你不知道。传道因为脚小儿麻痹的关系，常常需要去游泳，不然他会萎缩。我游泳10几年，我都是要睡觉时候才去游。你们知道游泳不能穿这样吗？好，游泳穿泳衣啊，马上就现出怎样？我是小儿麻痹，很严重，而且其实我是2只脚。我走路不会看起来不是很跛，是因为我2只脚都小儿麻痹，负得正，感谢主啊！所以我游泳的时候，很多人在看，很多小孩在指啊，但是感谢主呢，我游泳一下去都不会起来。不是成了哈，还没讲完。我一下去1000公尺40分钟或1500，迈向2000，没啦哈，预言了，最多1500而已，40分钟游完，哇，他们都很惊讶。我游了10几年当中啊，突然有一天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，但是我们都不会讲自己是哪里，都不是很熟，但是天天见面。他就叫我说：“请问陈太太，我看你每天都笑笑的，你都不会忧虑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很忧虑呢，我可不可以？我听说你是基督徒，我听说你是基督徒，我敢使你去你的教会，是不是你的教会有迄落什么物件是我无的？有巧不？因为他忧郁，他恐慌很久了。拜六甲我讲哦，突然甲我讲哦。”礼拜就来啊！迄阵是4月底，伊7月6号就受洗，因为伊来甲教会惊艳啊！刘英艳这个艳，原来有这个所在哦，互我回去才好困哦。我虽然日时还有烦恼啊，但是暗时困较就好啊。更较奇妙的是，11月的时阵，葛福林。你会记得葛福林的迄个欢庆节期，伊的先生讲：“无，我嘛来听看卖。”好啊，欢迎！哇，伊就去听了，阮教会一个结束，走来甲我讲：“伊燕姐，请问你迄个朋友进来吼？你敢知伊啥？伊人啊，我唔知伊啥啊，伊就猫咪人啊。”你敢知吼？伊咧金控上班。我这礼拜去伊公司吼，联保呢。伊是集团的老板这个集团的老板为了他未来几亿、几百亿，在那边焦虑恐慌。当他太太来教会，当他在这里与神相遇的时候，他遇见了他的未来，他决定了几十亿。几亿哦，亿来亿去的亿哦，不是。遇见神以后，他心有平安。他在那一年圣诞节也受洗。感谢主，咱传福音游泳嘛会使啦吼，咱有一口气吼，拢会使呢，真的吼。感谢主，伫圣诞节时阵吼，无一定圣诞节啦，一年365天拢会使啦。虽然小儿麻痹，虽然在悲惨当中。虽然不完全失能的状况，但是神的全能要跟我们连结啊！我们要将这个全能也连结，活出去，在呼吸当中散播出去神的全能，好吗？感谢主！我们在圣诞节期，我们就是要在这个黑暗当中啊！虽然这个以赛亚发现英明的国王死了，不要紧啦，兄弟，因为上帝已经掌权。会死不会死不重要了，因为我们通通会死，我们死了才会开始跟神永远的喜乐的活，永远。而且他不是说死了才活，现在他就赐给我们喜乐，虽然辛苦，但是不会痛苦，这是神的应许。在这里，以赛亚说，污秽跟圣洁的才是重要的啦。所以我们如果有得罪神，传道要说，这是很重要。
我们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认罪，因为人人都会有审判，真的，好吗？神仍然爱我们，我们可以选择，我还是不小心犯罪，但是你来到神认罪，为自己的所做的付出代价，但是神还是爱你。今天的经文中，就是早就宣告，看哪，神是我们的拯救，是我们的依靠，并不会害怕。人能够拿我们怎么样呢？等候神的我们不会羞愧的。在约翰福音更清楚，这个不是约翰，这个路加福音里面，这个约翰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里面，约翰他除了施洗约翰他为耶稣来预备之外，他还讲了这一段话。如果我们回去可以自己，今天我们没有读这段话，这段话其实最主要的意思是说什么？如果不结果子的，如果你是基督徒啊，你享受神的恩典很久，如果你不结果子，不结圣灵的果子，或者是不结任何的果子啊，这个斧子已经在哪里啦？哎呀，你不结果子的要被这样我们都不希望这样，但我们要谨慎。这一段的经文重点说，夫子啊，我们当做什么啊？哎呀，给蒙哎嘛，我们要做什么？爱呀！神给我们的命令是爱神，要爱人。我们要将神的爱行出来，我们要爱人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，也是一个诫命，是保护。哇哦！多么喜欢看到这样的画面，从谷底翻转，上帝的真爱跟我们连结，我们就有天亮的喜乐。天总是会光嘛，你若是现在在黑暗中，你的生命如果在常常黑暗中，在苦不堪言的中，你也真艰苦。上帝要讲，在我这有永远的喜乐，天总是会光。这是上帝的应允。有的人的人生是这样，在10岁查某囡仔来咱教会，甲伊的外妈10岁外大汉，差不多恁即马坐这个位，所以你看人对你边仔行过拢，敢若足大的，这是他真实感受。你从旁边走过去，你用力讲道的时候，他还看到你的鼻孔好大、好黑、好像隧道、好恐怖，这是他真实感受。所以当伊暗时的时阵，伊困到一半，总是互相拍的声，应该不是讲相拍，是讲伊的妈妈去互拍的声，就是伊的爸爸拢会拍伊妈妈。伊有惊呀！10岁的囡仔，你若咧困，试看卖啊！你若有足大声，你会惊到袂？伊总是互这个声惊到，伊直直就骂骂好，伊的人生就亲像这个洞。伊看每一项物件，讲哪会这么悲惨的悲惨的悲惨？伊的外妈就那甲接来厝里讲，安尼来厝里住较安全。结果咧，伊厝里有一个阿姨啊，伊妈妈会姐姐，真疼伊，所以拢叫伊啥物姨妈妈。你就知我听，妈妈的份吼嘛叫落去了对，姨妈妈，但是伊的姨妈妈忧郁症。这个外妈真巧哦，这个看医生也无效，身心灵嘛吼，看医生也无效，心理智商嘛无效，安尼一定是啥物灵啊？哎呦，找到咱中华路49号行入来，坐伫遮，10岁的囡仔坐伫遮听讲道，听无知影呢，听无啦。有一个姊妹，可能是你。有一个兄弟，可能是你，你热情地交代伊，你邀请伊去主日学，因为遐较快乐。来，你几遍了，伊真正发现，伊快乐半工啊！伫遐遮得到真侪人会听，6工半拢痛苦拢无要紧，6工半伊爱搁伫学校去用欺负，人拢无爱，无听伊。去新的环境，无要紧，只要有半工。所以，你捌交代过伊，你捌交代过耶稣。一个笑容，一个邀请，一个人得到改变。
过来伊拄到的是啥物？拄到的是伊这姨妈妈自杀死亡。若毋是主耶稣的疼，伊先得到迄疼，这个姨妈妈对伊来讲足重要。伊要安怎度过这个难关？这个活妈要安怎伫这个查某囝死亡的中间得到快乐甲愿望？上帝已经知呢，迄阵伊还未听见主的声，已经先听伊，已经先互伊知有一间家人教会。阁有一群的兄弟姊妹交代伊，这毋是上悲惨的，阁较悲惨的就是伊的爸爸妈妈离婚，伊袂当阁住在伊的厝。安尼囡仔人生亲像这个图，但是我要讲，因为咱兄弟姊妹甲主耶稣的拯救的愿望甲喜乐，甲伊连结了后，伊的性命变安尼。这个查某囡仔伫2礼拜前。伊迄个即摆已经大学要毕业啦，伊中原大学推甄哦，已经要入去中原大学的硕士班。感谢主诶！咱身躯边有安尼悲惨的人无？你若有伫意，将主耶稣的疼甲伊连结，这才是永远的帮助。无你的帮助拢是暂时的。我想。咱的喜乐伫保罗内面甲人讲，这段经文保罗是伫个监狱内面呢，向关呢，但是伊有喜乐呢。伊讲我们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其实伊家己就是足喜乐的啊。向关家阁会当遮喜乐，就是伊知影，伊为着这来活，伊捌讲，我为主耶稣而活，我宁愿死。但是主耶稣要我活，我就为他而活。咱莫家己处理哈，上帝要调咱去，咱莫家己处理。上帝要咱行路，咱喜乐每一天靠主来得到喜乐。保罗就是安尼，伊无偌久伊就殉道，但是他还是留给我们最好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人生会再很苦，但是我们有神的应许，咱有一个力量伫遮，伊早就已经为咱备办啊。咱的主耶稣早就为咱备办，咱今日伫迄个会前途经，咱嘛读到诶，连在耶利米书嘛讲，若有神与我们同在，若有上帝甲咱斗阵啊，咱免惊，有人要攻击咱，嘛免惊啦，因为咱的主耶稣要甲咱斗阵赢过这一切，伊要甲你直直要拯救你，你也毋知时阵，伊就要拯救你。很多要讲喜乐是啥物？牧师甲咱的领主，伫今年团队来遮头一个拄到的聚会，就是领主因咧读这本册《进入命定》，我搁一遍确定，当我知影我为什么而活，我49年来为的就是我要来传福音，我要甲艰苦的人斗阵艰苦，因为捌受过伤的人，失能的人，才懂得痛苦的人。耶稣是最好的负伤、受伤的治疗家，谁会当治疗你？只有捌受伤过，谁受伤上深？咱的主耶稣。当咱拄知影咱为什么来活，咱的囡仔为什么来你读册的时阵，你就知就有快乐。纵使再辛苦，都不会觉得痛苦。我能够全力以赴，我可以怎样毫不保留，虽然我会遇见困难，但是我知道有人做我的靠山啊，迄个不是普通人，迄个是上帝做我的靠山。伊早就应允讲伊要甲咱伫地，我唔知影咱有找到咱是为什么来活这个命定。不管咱几岁，上帝拢要甲咱讲，咱要为主来活。你属伫啥个啊？咱若是属伫主耶稣的，伊要甲咱负责。要攻击咱的人，要小看卖啊咧，你的主是啥？你是属伫啥个？
愿咱伫主耶稣内面，咱将主耶稣的听活伫咱生活中。若有艰苦的，若有袂当过的，咱会当来找咱的牧者，也是咱忠实咱的兄弟姊妹。伫明年，咱要透过读经、灵修，咱要透过服侍，咱要透过甲主连结，咱的生命要有永远的喜乐甲盼望。咱斗阵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知，阮未来的路可能无简单，毋是一条容易的路，但是你已经将冠冕在。主，你是阮的拯救，是阮的倚靠，阮无咧惊吓，因为主耶稣，你是我的快乐，是我的诗歌，要成做我的拯救。感谢主耶稣，你的恩典遮尔大，阮要回应讲主啊，找见阮，找见阮，领受你的恩典。阮对遮行出去的时阵，伫这个社会，每一个甲阮相拄的人，阮要将这福音来活出来。阮袂当做啥物，但是主，你知阮的心意，你要成就阮心内所决定的。你已经听见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喜乐，因为阮有信心，阮有盼望。阮来感谢祈祷，阮要用主耶稣你的主祷文，阮要斗阵来祈祷讲：愿伫天立的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伫操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去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